阿里山铁路的北门车头，进前有福建讲去学堂就去。阿里山林铁加文化资产管理处对3月20开始施工了后的拜6礼拜，若准要坐这个家己到北门的商务列车，就会改对这家己车库远久的过代上车。厝顶较磅礴，用锁仔甲绑咧，壁倒嘛有挂着糖酒。这间检测室甲边仔北门车站，3月20开始准备要来整修。我们目前有发现，北门车站部分梁柱有受重铸的情形，那门窗还有屋瓦、雨淋板以及油漆都有剥落或损坏的情形。这个阿里山林铁文资处编2700万的预算，要来全面整修。文资处按算400多天的工期，北门车站暂停上车甲落车，要去阿里山的游客拢爱为家己车站坐车。长途正班车从嘉义发车之后，下一站的停车就是鹿马场车站。但是对于周6日的这个区间车，也就是嘉义到北门的区间车来讲，我们会把相关的停靠站移到嘉义火车站或是车库园区里面。文化部伫2019年甲北门车站订落做阿里山林业甲林业铁路重要的文化景观。24年前为救治地动修复到今，都无过整修过。希望透过这个机会来整理，未来配合新北门车站的启用，替阿里山林铁观光带来更较好的服务品质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